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30，咱要做伙来看一段圣经，记载伫哥林多前书8章第4节到第8节。所以，关系食这五项的物，但在世间的路上，拢毋是真的。咱嘛知只有一位上帝，以外无别个。虽然伫天顶，也是伫地上有所谓的神明，佮虽然有真侪神，也是主，毋过咱只有一位上帝，就是天父。万物对伊来创造，咱为着伊来活。咱只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万物通过伊创造，咱嘛通过伊来存在。毋过，毋是逐个人拢有即款知识。有人拜五常惯势，到今仔日食面的时，还想讲是伫食这五常的面，因的良心软弱，想讲为何迄款食面母拉三？其实食面袂互咱较亲近上帝，无食无损失。食嘛无较有利益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伫遐提醒着，万物拢是独一的上帝所创造，所以这食面拢对咱无损害。食这五常的面，嘛袂对咱有任何的影响。只要咱存着信心的，会通勇敢摕去食。总是那迄信心软弱的，也是过去伫其他的信仰中间已经有受影响的，因对这食面有缘有心来挂碍。那呢，为着这人因的软弱，咱也宁可无来食。所以食面有食无食，拢无损，嘛无较有利益。因为咱的主是行过一切的面的上帝，咱就专心来仰望伊，甲我靠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